新的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是头一届主持行政院会，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北市长周万安拢有来。侯友宜是呼吁中央重视人权分配，周万安是针对403的地档，40栋的校舍要定期望中央补助。台北市未来我们每年会拨40亿来加速整个校舍改建，但是改建的速度远远赶不上。 以及远远无法应对可能随时来的大地震，所以我们很希望行政院可以每一年专案补助的方式，来给予经费的挹注。因为今年的报告刚好是在谈经济的发展跟策略，所以就这个议题，我提出了希望中央对整个能源的政策要务实可行，在能源配比上一定要让 能源安全、供电无虞，让我们全民能够安心以外，也能够让产业能够蓬勃发展。另外一方面，周万安嘛，搁再表示，台北市的市场改款的经费嘛，需要中央协助。过来台北捷运因为电池起价，一年要加开9亿，嘛希望中央来补助。